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6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聯合早報刊登一篇報道，標題叫大陸買家湧入，香港私宅房價連續第12個月上漲。文章說，香港私宅房價5月環比上漲 1.4%， 連續第12個月走高，延續自2018年以來最長連漲記錄。住宅市場復甦勢頭正在鞏固。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星期五，就是6月26號公布的數據顯示，5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較4月上升 1.4%， 比去年同期上漲 12%。而彭博社也指出，香港的樓市銷售出現反彈，主要得益於中國大陸買家的湧入，他們大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經濟條件優渥的移民，被香港低稅率和寬鬆的簽證政策所吸引，希望在冠病疫情後尋求發展機遇。根據美聯物業的數據，大陸投資者去年在香港購買的住宅物業金額創下紀錄，達到1380億港元，約佔全年成交量的1/5。這種需求幫助香港擺脫了長期的房地產低迷。2025年房價實現4年來首次上漲，此前的下行主要受按揭利率上升、經濟前景疲弱以及嚴格的冠病政策和國安法實施後專業人士外流、需求下降等因素影響。房地產諮詢公司來訪預計，今年香港的住宅成交量將高達8萬宗，創2012年以來的新高。不過，中國大陸近期打擊跨境非法資金流動的舉措可能會給樓市復甦帶來壓力。這些舉措促使銀行加強對中國大陸客戶開戶的審查，可能會影響購房者支付首付的能力。這個文章意思就是，一個是香港這個住宅連續12個月上漲，確實可以說是穩住了。目前來看，連續12個月上漲，雖然漲幅不大。第二個，媒體認為這香港樓市上漲主要是內地買家湧入。實際上我在以前節目說過，香港樓市上漲確實它不光是內地買家湧入，內地買家怎麼湧入呢？他說的這種簽證移民，香港不有什麼高優才計劃嗎？這個不是主要原因，實際上是香港的資本市場大量的上市公司跑到香港去上市，因為他在內地上不了市。去了香港上市之後，就會造就大量的富翁，而他們，你想他在香港上市，那套现的都是港幣啊，港幣就是美金啊，那這些美金，他有多少能回國內？不會回來的。很多人套现，恐怕就在當地，或者想辦法是吧，在當地留存。那幹什麼？大概率就是買房。我們在以前節目說過很多回。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港交所又擠爆了6家公司加1家 ETF 上市。6月26日，港交所再度迎來企業扎堆上市時刻，交易大廳都快擠不下了，一天就上了6家公司啊！6家 IPO 企業合計淨募資額約192億港元。大家還記得那個大模型公司智譜吧？它最高估值市值過了1萬億。這家萬億市值的公司啊，持股平台顯示不足500人。有媒體報道，據說智譜它的實習生都財富自由了。持股平台500人，你想他市值萬億，那這是500人，對吧？再少說他們都是億萬富翁，而這些億萬富翁就500個，那你說人手在香港來套房，這不算過分吧？你就知道香港的樓市為什麼這2年一直慢慢穩住，那是有大量的內地的上市公司去香港上市，上市之後套現，他們肯定就要在當地買房。這是第二個，你看這一下就輸送了500人，這500人能不買房嗎？他套现了之後，他會把綠票子換成紅票子嗎？那不是把石頭往山裡背嗎？所以說買房子肯定是首選，甚至還有人恐怕跑到更遠的地方買房子。第二個，這麼多上市公司跑到香港扎堆上市，那他們在香港就要租辦公室，就要租房，員工還要租房，這個也是給香港房地產市場注入一股活力啊！你只要這麼多人去租辦公樓，有這麼多人去租房子住，那麼它的租房市場也會活躍起來，穩住，租金也會上漲。
租金的上漲，寫字樓空置率下降，对吧？或者写字楼空置率被稳住了，那么这个都是有利于房价稳住。但是香港楼市稳住了，那和内地的楼市，这个我在以前就说过了，如果香港楼市稳不住，继續下行，那麼對內地的樓市那是一個負面影響，會形成拖累。但是香港樓市上漲穩住，那是不是對內地樓市一個正面影響？這個就不一定了，這個就具體案例具體分析。是不是香港樓市穩住了，那內地北京、上海、深圳這一線城市也會穩住，這個要另當別論。這個廖一波、王波明最近做了個節目，是採訪原住建部部長叫裘保信，還有摩根士丹利的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他們有個訪談節目。他這個節目的結論比較炸裂，結論就是房價可能接近底部了，但期望漲回去是不現實的。那這個是原住建部部長裘保信他的觀點。裘保信他說，作為城鎮化來講，沒有什麼多大的變化。為什麼呢？他說，實際上10年前就到了轉折期。他說，城鎮化30%的時候是起飛的時候，但是到了70%的時候，那麼就出現分歧了。什麼分歧？他說，像美國這種國家，那它城鎮化可能趨向於90%以上，但是中國不一樣。他說，中國跟美國有一個巨大的差別。什麼差別？他說，中國嚴格意義上叫原居民國家，也就是沒有什麼移民，都是原住民，移民少。而美國它是個移民國家，所以說中國有個判斷，就是中國不可能到了70%，就是城鎮化70%才出現拐點，也就是實際上這個政府判斷城鎮化50%就會出現拐點，也就是它就增速就慢了，城鎮化的速度就慢下來了。它跟美國不一樣，中國住在農村的人口會超過30%，然後城市的人口也就是70%到頭了，而且兩邊還會互相流動。也就是說，我們對城鎮化過於樂觀了，就很多經濟學家一說我們城鎮化還有空間，現在是60%幾，美西方是75%，那我們就中間至少還有10個點的這個空間，或者是20個點空間，很多人這麼說。但實際上人家原來的你看原住建部部長裘保信就說了，你到了50就是拐點了，你再往上就越來越難，基本上到70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就是中國和美國的差別。美國人家是移民國家。那第二個呢，他說是出生率下降，現在人口出生率已經減半了，不可能靠新的出生率來支撐房地產，那是長期看人口在下降，新生兒在下降。第三個，他說靠工業化帶來的利潤，現在正面臨着分化。現在 AI 的變革，任何一個新技術的變革都會帶來分化，分化會越來越嚴重。那麼這種分化就導致什麼？導致原來為房地產托底的這種經濟力量明顯的削弱。城鎮化已經過去了。第二個，少子化已經明顯來臨，出生率下降。第三個，老齡化。第四個，經濟的 K 型發展，也就是這種 AI 發展。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依托房地產的4種力量現在不可能短時間內有個反復，也就是這些趨勢短時間是不會改變的。所以中國房地產的收窄的程度就已經明顯出現了，也就是下跌。他說，如果房地產有底部的，那麼他認為現在已經是接近底部。那為什麼這麼說？他說，我們現在經常講的30個城市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他說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苗頭，這個是裘保信的觀點。他說，因為這30個城市佔中國城市總量10%幾，但是數量來說，它是咱們有300個以上的地級市，那麼30個城市實際上就佔10%，但是它擁有的金融資產佔全國金融資產70%。所以這30個城市就擁有了全國70%的這個資產，所以說你只要抓住這30%，這30個城市就夠了。他說，如果這30個城市能夠企穩，那麼中國的房地產就基本企穩了。那這個觀點也對，大頭就在這30個城市，這30個城市穩住了，對吧？你其他剩下的270個城市才佔30%，不穩，那比重很小了。那這個觀點也對。他說，如果拿4線城市來比，他說這些城市永遠也不會上漲，但是說他們再跌20%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變小了，也就是那言下之意就是往下還能跌個20%。為什麼？他說，因為它已經跌到最低的成本價了。他說，那政策出了這麼多有效的什麼組合拳，他就談到了各個地方政府救市有一個困難，就是房地產治理它的困難。
他說，當前遇到一個困難是什麼？就是我們各级政府，包括住建部，包括我们的金融机构，包括我们的税務机構，包括我们的地方政府，都存在怎麼從40年的慣性裡面走出來，就是按照過去的思維在管理房地產。那這個思維是跟不上的。這40年高速發展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定式，這些老辦法都是管用的，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說這些老辦法需要改，怎麼改？思想不統一，所以出來的政策組合拳很多，但是有些組合拳相互抵消，這叫合成謬誤。每個政策都是對的，但是把它合到一起叫合成謬誤，就是很多作用抵消了。這是他的主要觀點。那我覺得他說的這個結論，他認為房價可能接近底部了，但是你要希望漲回去，漲到2021年，對吧？或者漲到它曾經的高點，那是不現實的。這是原住建部部長說的。但是我對他的觀點，我還有一部分是持懷疑態度的。他說剩下的4線城市再跌，也就頂多跌20%了，跌20%可能性都比較小。我覺得他過於樂觀了。那他的理由是什麼？他理由現在很多房子成本，你再跌20%，把它成本的跌到成本下面去了。如果作為一個理由，因為跌到成本了，所以就不會再跌了，這樣作為一個理由，那顯然是站不住腳的。你看這樣的就沒有破產這一說了。你說我生產個電視機，我的成本就是2000塊，那我合着必須250、2200塊錢賣才能賺錢是嗎？這不對呀。廠家為了救命，為了現金流回來，是吧？現金流不斷，為了不爆雷，他1800他也賣，1500他也賣，這叫清庫存。怎麼會？明明你的成本價就在2000，那你1500也得賣，因為只有賣了回來錢，你才能避免爆雷，才能有一線生機，你才有錢去還銀行啊，去還債權人，才給員工發工資。這是房地產開發商，他必須要降價，要不然房地產開發商怎麼會虧本？現在不虧是因為還沒降，還沒有糟糕的那份上。一旦糟糕的份上，開發商只能降價賣。實際上很多地方小開發商，4線城市小開發商，他就是虧本在賣。那這是第二個。那二手房一樣，二手房很多人他為了他需要現金啊，他要去北京、上海買房，他買不掉，他只能砸盤，因為自己的孩子下一代在上海要買學區房300萬，你不攢錢嗎？那你留在這個什麼長沙的房子，你留在衡陽的房子有什麼用？你多餘的房子肯定得賣掉，你那玩意兒你這放在那兒你又租不出去，頂多留一套自己住，剩下的房子他賣掉，他就得砸盤，完了把這錢湊起來給他在上海的下一代。他們就去買上海的這個老破小剛需，他砸盤。還有一些人是吧，因為要錢是彌補生意上的虧空，或者是其他方面需要現金，他必須得把房子賣掉。那這個時候他不可能算說我這房子是因為70萬買的，必須70萬往出賣，不可能的。60萬能賣得掉他就60萬賣，50萬賣得掉他就50萬賣，沒有辦法，就得割肉。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那這房價哪有底？所以他認為這個房價接近底部了，再往下20%可能也很小了。這個判斷我認為是值得商榷。那還有一個例子就是鶴崗，你看鶴崗的房子還有2萬一套的，那難道2萬一套1平米500、300？難道它成本真的只有300嗎？1平米？你在農村蓋房子1平米也不止300，農村宅基地是自己的，你蓋房子1平米得有2000、1000多現在。如果加上裝修，2000沒毛病。1平米，很多城市的房價早就跌穿2000 1平米了。所以說原住建部的部長他說了，期望漲回去是不現實的，這個我贊成。但是他說房價已經接近底部了，再往下20%很難了，這個我倒是覺得很容易，因為房子過剩，在房子過剩，人口在萎縮，老齡化嚴重，人口萎縮的情況下，人口還在往少數城市集中的這麼情況下，這不就加大了很多城市的萎縮嗎？那很多城市的房子就加劇了過剩，根本不值錢，賣不掉，租不掉，變成一個死的資產，沒有流動性。這個不是危言聳聽啊！今天我看到一個自媒體文章，標題就叫"出生人口腰斬之後，中國正在面對一場比房價下跌更大的危機"。他說，最近幾年中國出生人口連續創下新低。那剛才那個住建部的原部長邱寶新他也是觀點，對吧？因為人口在下降，這都是不利因素。2025年出生人口792萬，相比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時1786萬，短短9年時間減少了接近1000萬。
國際公認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是2.1，而我們現在已經到了1左右。1就是夫妻俩生1个孩子，2.1就是夫妻俩人要生2个孩子以上，人口规模才能維持基本的穩定。而現在的中國已經跌到這個水平的1半左右。這個數不僅低於美國、法國、英國，甚至低於日本，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很多人覺得人口少一點不是好嗎？競爭壓力小了，資源更多了。但是這個是有代價的，這個過程是非常痛苦的。如果把時間拉長到10年、20年、30年之後，會發現低生育率真正影響的遠遠不是幼兒園空不空，而是遺產世紀經濟增長、社會結構、財政體系乃至國家競爭力系統性的變化。中國未來最大的挑戰不是房地產，不是貿易摩擦，而是人口的負增長。人口的負增長不光體現在中國，實際上我覺得越南、印度都會遇到。印度恐怕人口也快，出生率也在下降，它也快見頂了。生產力發展必然導致人口在下降，只不過我們降得狠了一點。他這文章討論了出生人口下降衝擊教育，勞動力開始減少。我們主要聊的是人口下降對房地產，對不對？我們眼前房地產的影響。作者說，真正危險的是老齡化疊加低生育率。老齡化本身並不可怕，很多發達國家都已經老齡化，可怕的是還沒有富起來就已經老了。目前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超過3億，相當於一個美國的人口規模。未來20年，老年人人口還將繼續增加。與此同時，年輕人口卻在減少，於是形成一個越來越尖銳的矛盾：養老的人越來越多，繳納養老金的人卻越來越少。過去的養老金體系像什麼？像一個不斷擴大的金字塔，底層年輕人越來越多，供養上層的老人。而現在金字塔正在變成倒金字塔，頂層的老人越來越多，底層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供養老人的壓力越來越大。一個老人退休，他如果拿5000以上，但是一個剛畢業大學生他還拿不到5000，那這個就很麻煩。上班的人反而拿得低，不上班的反而拿得多。這種現象他會動搖這些後來交社保的人，最終帶來的壓力會傳導到社保體系、醫保體系、地方財政。很多地方財政困難的背後，其實已經能夠看到人口結構變化的影子，因為人口不僅決定消費，也決定稅收來源。房地產為什麼會受到重創？很多人把樓市調整理解為經濟週期，其實人口變化同樣是重要因素。過去20年，房地產高速發展的核心邏輯是新增人口、新增家庭、新增住房需求，每年幾百萬對新人結婚，不斷形成新的購房需求。但現在的情況變了，結婚人數下降，出生人口下降，家庭規模縮小，獨居人口增加，意味着新增住房需求持續減少。我今天看了一個報道，這個報道講的就是在超市，我記得10幾年前在超市，那都跟山姆一樣，他都追求家庭裝、大包裝、便宜。你可樂一買是5升的吧，6瓶捆在一起，一個包裝，你要一買那相當很便宜。什麼玩意都是大包裝，洗衣粉、油、桶裝油5升都是這種類似大包裝、家庭裝。但是現在反過來了，現在都流行小包裝。有人就調查了，為什麼？不管是可樂、油，還是醬油，還是米，都在搞小包裝。為什麼？因為這些東西它都有保質期，而我們現在它沒有家庭了。說現在我們的家庭戶數，我們總人口沒有增加，但是家庭戶數增加了很多，也就是現在那種單人戶，一個人一家的越來越多，也就是所謂的單身漢，男的單身漢，女的單身漢。那麼這些人，你說那個油打開了，你1個月之內或者2個月之內不把它用掉，那油就過期，保質期就過了。很多你搞大包裝，人家一個人他根本就用不完，過期浪費。所以現在流行小包裝了。為什麼流行小包裝？就是因為這種不結婚的單身漢越來越多，家庭規模在縮小，獨居人口增加。你看，這就是人口出生率下降導致的。未來房地產市場將越來越呈現兩極分化，核心城市、核心區域仍有需求，普通城市和人口流出地區則面臨需求萎縮。很多人認為樓市還能回到2016年的繁榮，但從人口角度看，這種可能性已經越來越低。
所以说很多人就不要老想着还靠炒房子发财，房子只有住的功能，也就是把房子当做一种消費品，你還指望它賺錢，還要再回到前期高點，還要超過，那除非你經濟再來一次爆發，小爆發還不行，要大爆發，要快速增長， GDP 增速要達到10%，你才能對沖人口下降，每個人都買4套房，一套度假用，一套夏天住，一套冬天住，一套上班的時候用，否則在人口這麼下滑，而且人口下滑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你很難通過政策短期給它扭轉不了。你想想，去年792萬人，再過10幾年、20年，他們就是買房的生力軍，他們應該是剛需，但是剛需人已經少了一大半了。老齡化什麼的，越來越多的老年人走了，房子留下了，那房子誰住呢？所以說，未來只有極個別城市的個別地區核心區，那房子才有流動性，房子才能有人租。這個不是危言聳聽，也很多人動不動就說日本，動不動就說美國。但是日本，你想想，日本的樓市回暖，現在東京又漲，那多少印度人去做的貢獻，多少印度人去做的貢獻，拿着錢跑去，還有其他國家的人跑到日本買房。而這個趨勢在我們這兒能不能看到？如果你也能看到全球其他國家人跑來買房，那有可能，但是這個可能性不大。跟住有一個小程序叫蝴蝶指數，這個蝴蝶指數應該是幾個人專門開發針對北京或者一線城市房價監控的這麼一個非官方機構。他們公布的數據顯示，北京樓市已經連跌16個月，這16個月包括2輪完整的小陽春階段，中間也有一些小的政策時間點，也就是他們監控的北京的樓市已經連跌16個月了。当前北京二手房均價 3.95 萬，連續4個月低於4萬，房價環比降幅 0.55%， 同比降幅 18.7%， 較高點，也就是較北京的二手房較這個最高點已經下跌了 41%， 房價水平已經跌回到2016年3月份的水平。當然這個數據不是官方的，這只能是參考。根據這個中指研究院公布的數字，我們剛才說了，人口在下降，是吧？老齡化、少子化，這種戴維斯雙殺，人口矛盾突出。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數字，他說2025年人口增量前10城市中，珠三角獨攬6席。2025年全國人口增量前10城市中，珠三角佔據6席，其中深圳、東莞人口增量分別達到 25.9 萬和 22.96 萬，位居全國前2位。廣州人口增量達到了 12.3 萬，佛山、中山、惠州人口增量超過7萬。受此帶動，廣東省2025年人口增加79萬，位居全國首位。長三角城市群同樣表現突出，杭州、南京、蘇州、金華、寧波、上海、溫州等城市人口增量均超過5萬。浙江省人口增長31萬。長三角、珠三角區域在人口吸納能力領先優勢進一步擴大，反映出產業聚集、就業機會和區域協同發展對人口流動的帶動作用仍在增強。它還有一個具體的報告，咱就不介紹了。也就是說，我們經常說的，未來人口主要向長三角、珠三角集中，北方恐怕就是北京一個，北京周邊主要是北京。那這樣實際上就告訴我們，除了長三角、珠三角、北京之外，其他地方這個房子你都要小心一點。你比如說成都，你比如说西安，雖然這個都是區域中心，呼聲也比較高，但是不好意思，只要你人口在流出，你那個房子它都是過剩。現在珠三角集中的趨勢越來越明顯。2025年人口增加排名前10的珠三角就6個，什麼黑吉辽是吧？人口下降最快，你也知道那房價基本上已經沒法看了。還好多人在黑吉辽買房子出租，那你也只有這2-3年好日子過啊，越往後你是越往下走，往下出溜，那人都在往外跑，本来就少子化，都不愿意生孩子，結果年輕人還要往南方跑，往珠三角跑，人口是加速下滑，再加上有人實在不行了回老家了。所以說如果你在珠三角、北京之外的地方，你說我在那工作，我買1套房可以考慮，但千萬不要買2套3套，什麼投資是吧？出租不要有這想法。
如果是改善，那你就把你手上那套房卖掉，再加点錢買個大的，就住消費，讓自己舒服，這個沒毛病。但是你千萬不要老想着還要我在這買個房，以後用來出租，這個收益是吧？想怎麼樣？你以後房子租不出去，只留一套房自己住，因為你在那上班，你在那工作，沒有辦法。實際上有條件的就應該往珠三角搬，離開你什麼鄭州，或者是叫什麼瀋陽，或者是蘭州是吧？去寧波啊，趁房價跌了，不是說珠三角房價不跌，那房價一樣的會跌，趁那跌的差不多了，能買得起了。再去那兒看一看，能不能全家搬到寧波或者珠海，或者是吧深圳。珠三角不是說你隨便挑個地方，千萬不要這么盲目，你也得找那些区域裡面的發展的不錯的城市。總之啊，這就是一個趨勢，我們不要跟趨勢作對。咱們很久以前就說了，未來大部分城市都會鶴崗化，沒有辦法的事。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